众晚安，欢迎收看2月20 AM 新闻，我是朱永晓。今年头一个寒流来啊，有影是会寒到20准，雪山是上低温也落雪咯，也若伫平地平均的低温大约是10度，外岛甚至阁落到剩无3度。后礼拜规礼拜同款拢是冷叽叽，农民和渔民的头壳也冒咧烧，赶紧替因的水果佮鱼仔来加强保温。高海拔的雪山透早就落雪，温度只有零下1度3，合欢山武岭松雪楼也真寒。伫早起8点左右落比雪，多是假日，山顶客满要看雪人。另外，伫离岛的金门、马祖部分地区，温度上低2度7。也落比雪，全台各地拢真寒。气象局20就针对全台2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提醒下礼拜拢是真寒天气，民众都要做好保暖、穿好烧。而且从趋势上来看，今天呢是温度最低的啊，所以在今天的话，特别是今天的晚上之前啊，温度还有可能再下探。因为西部地区较快所在风力未雪，冷叽叽，家己养殖渔业的渔民赶紧到渔池啊看布棚，还搁伫内底加温水，为这鱼仔加强保暖防寒。这有那水会烧，鱼仔伊弄在内底，鱼仔会活来，甲会烧，会保温。种植带水果的农民也烦恼，温度低又搁落雨天气，果树会冻不掉。20下晡也赶到果子园来喂乌网啊。这个网子可以遮风防寒。伫东部地区，除了低温，也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海面风险大。开启绿岛甲南势的客轮已经2天无开，伫一早起也要停开。气象局提醒到下礼拜3进前，全台拢是有雨而且湿热的天气，非常寒冷的甘蔗电荷范围，包含北北基桃、竹竹苗、中中岛、云嘉南、嘉义南、平湖、金马地区。啊，毋过拜四以后水气减少，28假期温度有机会会回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天气一下变遮寒，也致使各地头的病院送医的人增加。中华县消防局就统计讲，已经有64个人送病院，其中4个人是无性命现象，婚姻和苗栗也拢有案例。这个寒流会寒到拜四，有心血管疾病的时段，就一定要穿好烧，注意身体。救护车赶紧甲10个人送去病院，消防人员也赶紧先解急救。全台气温向来下降，也互各地急救送医的人数增加。以中华县来讲，对19早起8点到20早起的8点，24小时内底就有64件会创伤来送病院，其中4个人是到病院进前就无性命迹象。这64件的案件当中，是不是跟天气的这个骤降有关？这个部分，可能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做了解。根据各地消防局统计，除了彰化县有64人送病院，4个人无性命迹象；另外伫云林有35个人送病院，苗栗也有27个人送病院。也不是不是因为天气真寒，引发心血管的疾病，也是其他无爽快的症状，必须要有医师的诊断才法度判定。有医师是讲，这款的天气对着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要提高警觉。颈部、双手、双脚，如果保护好的话，可以保暖身体的温度，可以保护到50% 到70%。年纪大的人要小心，但是欧卡呢，最近这几天的欧卡，或是80几岁，有平时有心脏病、高血压。招致中副议长表示，重点的部位应该爱注重伫头壳、颔棍、双手甲双骹。身躯上好随身带着围巾。另外，老大人起床进前会使做简单的暖身动作，上来者慢慢来起床，避免常常接触到冷空气。气象局讲，这波寒流上低温有搁在20暗时，2日开始落雨会较热。另外，温度会回升，估计要到24左右，呼吁民众一定要穿好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疫情，今日加4个本土，宗教协会加2例，桃园机场的警察案加1例，高雄炼油厂相关是加1例，因拢是隔离期间因转阳，影响是较低。另外，即马阁判定2例，因为疫苗受害会使抢到救济金的个案，其中有1个人得到严重的神经炎，格林巴利症候群，赔40万上济。不过，医护染病也互即期讲补偿伤少，指挥中心是讲再来看镜头的轻重来决定。国内新冠肺炎疫情20增加4例本土病例，拢是估计期间因转阳确诊，其中宗教团体自餐庆馆各增加2例，分别是台北市、新北市各1例，总共这个群组有29人染疫。他是30多岁男性哈，那他是原本1993年的同事，
那经过在我们2月17号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匡列成职场的接触者来做居家隔离。另外，进前确诊桃机航警的重大亲属，增加一人确诊，高雄炼油厂群组相关，增加一人确诊。台南市的个案是按20101，是炼油厂群聚相关。是按19732，在2月12号来个案家拜访时有接触。另外，医护人员因为照顾确诊者面临真大压力，卫福部去年3月提悬医护检费补偿金额上限到100万，不过有台北市连续一个医师质疑，家己因为工作检费，却只得到6万块补助。指挥中心回应表示，补助金额会依照当事人症状轻重来决定。补助的金额会依当事人的症状轻重，还有治疗的过程而定，并非染疫就一律补助至金额的上限。指挥中心也公布上新新冠疫苗受害救济审计结果，判定2例甲疫苗相关，其中1例是自高端疫苗了后发烧，因为症状较轻，判定免救济；另外1例是自 AZ 疫苗了后出现过敏性休克的不良反应，救济2万块。无法度确定相关性医院救济有4例，其中1例自 AZ 了后出现哥伦巴利症候群，得到救济40万上济。到目前为止，因为自新冠疫苗得到相关金额救济人是去年12月中一名大东县民众自完 AZ 了后出现哥伦巴利症候群，得到720万救济金，创上悬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大南厂已经有3个确诊，有南马溪民众就发现讲，附近社区的一栋较远的公寓，好亲像熊熊就变做防疫旅馆啊。中油甲市府是回回讲，这是安排20名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唔是防疫旅馆。另外，台南今仔日是加一例，这也是炼油厂这案传出来的，伫隔离期间因转阳，即马市府也赶紧消毒伊去过的所在。虽然低温阁落雨，不过10月份住伫高雄中油罗岗宿舍的民众来抗议，因为因前几天发现附近丰溪社区教员公寓门口大抓地啊，写防疫旅馆，引起居民的惊吓。防疫旅馆是要经过观光局跟卫生局去申请才合可的，才能贴防疫旅馆。你身为一个公家机关，通通不申请就直接贴了。大家经过这里散步，老人都可以散步嘛，发现怎么这样子？还以为是贴假的嘞，中油不可以如此霸道。居民这是伫因后边几啊栋黄色建物，事先无被告知，竟然加做防疫旅馆，而且后边就是各中国小校园，囡仔来来去去。因为进前中油大南厂3名员工染疫，因怀疑是将居家隔离员工送到家，互社区陷入感染风险。20位住在教员公寓里面的，也不是所谓的居家隔离的身份，而是自主健康管理的对象。那经过2月15号、2月17号、2月19号也检验 PCR 阴性，所以社区风险极低。中油甲市府申请安置20名自主健康管理的人团进团出，社区风险真低。不过台南20增加确诊个案属于中油炼油厂团报链。确诊个案去过的服装店全连甲5间卖场，市府紧急清销。台南市确诊者201001例，20多岁女性，是进前台南市确诊国小学生囡仔同大亲属。15日出现呼吸困难，当天采检也是阴性。昨日因为出现发烧、流鼻水、咳嗽、胸痛等症状，再次安排采检，报告为阳性而确诊。因为接触高雄个案1973，14khu地居家隔離19採檢陰轉陽，評估社區風險無懸，不過市府也呼籲行總定台民眾應領居家快篩，加強自我健康監測。記者綜合報道。國際上要緊來看烏克蘭的局勢是愈來愈緊張。英國首相莊森就表示講，羅西亞若正經侵入烏克蘭，會衝擊全世界，產生破壞性的效果，包含咱台灣也會受到影響。外交部也感謝各國佇這款時機，有緣真重視咱台海的和平穩定。If Ukraine is invaded, the shock will echo around the world. And those echoes will be heard in East Asia, they will be heard in Taiwan, is that people would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aggression pays and that might is right.
英国首相强生伫慕尼黑安全会议发言表示，若西方国家无以实际行动兑现过去支持乌克兰独立性承诺，会对全球带来破坏性后果，其中包含台湾。有学者解读，这代表台湾安全议题国际化。强生一方面用台湾为例，呼吁西方各国支持乌克兰，另外一方面也提醒中国唔通趁乱轻启妄动。我们在所谓的经济产业供应链上面来讲，扮演一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不过，当然更重要的是，当西方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论的话，当然今天是台湾，当然不只是台湾，有可能下一个是在南海，甚至于是在任何其他的一个地方。由国际关系学者分析，强生讲法代表英国认为美国应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协助乌克兰降低和俄罗斯侵犯的风险。不过，对美国来讲，上大的战略威胁还是中国。强生可能还没有完全了解美国的想法，因为美国的想法绝对是不想说我分散我的力量，然后在这个地方万一用了兵，结果出了一些事情，反而会让北京更有一个信心来对台湾有一些军事的一些行动。学者认为，这时阵台湾对相关议题爱保持甲西方自由国家电线同款的立场，谨慎应对，避免被中国找到机会，指控是麻烦制造者。台湾外交部对强生发言回应，感谢各国伫乌克兰紧张情势当中，依然继续关注台海和平稳定。英国政府尤其强生首相秉持一贯坚定立场，在忧虑乌克兰紧张局势当下，仍警醒世人莫忘持续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外交部对此表达诚挚感谢。外交部统计，伫乌克兰的国人有6个离境拜会转去乌克兰西部，也有11个留伫首都基辅甲其他地区。外管会继续甲侨民保持联络，随时提供上新资讯甲必要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为着甲海底垃圾拼出来，屏东县的环保局鼓励渔民回收海洋的废弃物，赶垃圾来换，就当摕到白米甲红豆。大家也拢真欢喜来参加。渔民对海上赶转来一地回收垃圾，马上就换到一包红豆甲白米，哪有这么好的代志？原来这是屏东县环保局举办的活动。垃圾是不可回收的，啊，你要把垃圾赶转来吼，咱就换在地的农产品，换红豆甲换米安尼。为着要鼓励渔民甲海上作业制造垃圾回收，提出白米做奖品。盐埔渔港的渔民笑讲，保护海洋阁有奖品，真正是一举二顾。其实渔民加入海洋志工，担任环保蓝队，伫屏东已经有581只，是全国第2多。海保署统计，去年因为疫情，清除海废的数量14477公吨，虽然比前年较少，不过回收量却增加7成。我们现在的环保舰队呢，全台湾大概有4600多艘的渔船加入我们的环保舰队。那我们的渔民朋友出海作业的时候呢，会把这一些瓶瓶罐罐等等呢，就是把它带回来。海保署表示，主要是废弃渔网甲渔具回收增加，带动海废资源回收的成长。海废回收会当改做衫裤、物件、环保袋啊等等，希望民众做伙来保护海洋。记者邓亚文、赖伟做屏东报道。伫80几年前的227、228事件，真侪台湾的知识分子、头人拢伫这个事件牺牲甲失踪。有一位国小老师，伊就开发一套配合228国家纪念馆的实景游戏，让学生回去到80几年前找资料解谜来救人，亲自体会这段捌发生伫咱土地重要的历史。因为它是重返到1947年的3月，那为了取信那个许其谦的话，那他就必须要输入说，比如说你是什么和什么的编辑。囡仔若像回去到228事件的年代，解救游戏所设定的4个伫228受难甲报纸媒体相关的人物。那所以说，小朋友在展览中找到许其谦的资料之后呢，你就看到说他是东台日报及青年报的编辑。可能学校的课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有限，林工台就甲其他老师做伙设计这套教材。透过纪念馆的展场空间，让囡仔通伫老师的带领下，伫遮阅读档案甲资料，让孩子用一种同理的角色，回到1947年的228的那个时空环境，去了解当时的人们他到底面对了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困境。那当时他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咱的纪念馆内底的所在来找迄个线索、回线索，安尼一步一步来接触到228的历史，在游戏之中来体验人权。
228纪念基金会表示，若用较早导览的方式来讲即寡代志，囡仔可能拢走了啊，所以才想讲试看卖啊，透过即寡珍贵的文物，互因了解历史就伫咱的身边。记者陈亚文、徐凯台北报道。过去家己的普卡，也就是朴子，是真繁华，一条路就3间戏院。最近才有举办一寡和电影有关系的文书活动，带民众来感受苏东时的闹热。放以前电影的歌曲，向大家讲解朴子较早影视娱乐的发展。家己县朴子水道头文创园区的老校长宿舍，当咧举办影视文化的活动，希望更较侪人了解这段历史。属于朴子当代的这个早期对于戏院的印象，然后这些元素融合在这个活动里面，然后也规划了在水道头这里规划一个展区。分享地方历史的老师讲，朴子以前上闹的时阵，一条路顶面就有3间电影院，阁有会当互千外人看戏的剧场。希望会当用活动的方式，互这个历史通互少年囡仔知影。对那间荣昌戏院更了解了，就是知道朴子在地以前的一些知识、一些历史的文物这样子。不只是娱乐，还有政治，还有很多面向。那它不只是一个建筑而已，是整个人流最高的。希望这个活动是一个开头，把朴子的整个海线的影视文化，整个把它带动起来。家己县文管局表示，2027这2天伫水流头文创园区室内有历史讲座分享甲电影文物展览，室外阁有放电影甲表演活动，阁利用水流头文创园区打造复古主题的实景旗头壳活动，希望会当透过耍的方式来连续传承在地文化。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最近欧洲当受到暴风尤尼斯的侵扰，包含比利时、荷兰、英国等等的国家，拢算当甲真功夫。无论是空中还是陆地的交通，拢互强风扣甲乱糟糟，建筑物互破坏，甚至阁失电。到今也已经有16个人因为这粒暴风来牺牲。暴风尤尼斯18出现，每点钟超过200公里上大阵风纪录，伫北海沿岸掀起大影。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居民伫市区车路，被风吹甲袂当行路，尤其是杀红眼车的年人。Elle m'a jamais passé ça. C'est la première fois parce que l'enfant il pleure, j'allais tomber. Si c'était pas pour une femme qui m'a aidé pour prendre la poussette, c'est pas pour la barrière, j'allais partir loin. C'est fort. 这段气中急流的罕见破坏性强风，扫过所在拢传出惨重灾情。荷兰阿姆斯特丹真侪路树被风吹甲连根拢挽起来，伫海边体，直接经过荷兰北部活登到海域。按算要去德国12公尺长的货轮，26个大货柜被强风吹落海底。荷兰海华巡逻队出动直升机去找找。德国第2大城汉堡市因为海水倒灌市区大水，维护看走的车全部浸伫水内。消防队18日暗时就接到600个紧急救救电话。法国北部交通意外真多，有30人受伤。尤尼斯是英国近30年威力上强的暴风雨，气象局伫英格兰南部甲威尔斯部分地区发布上悬等级的红色警告，看记录强风将东伦敦的凹凸迁徙巨蛋厝顶吹出一个大坑，铁公路交通大乱。伦敦希斯罗甲盖特威克机场有数百个航班取消，真侪客机被翕到伫强风当中降落真危险，有400万户大停电。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天气报你知，受到今年头一个寒流的影响，今仔日的下暗到明仔载透早是上寒哦，平地低温恐惊是无10度，外岛也剩无3度。这款又搁落雨又搁寒的天气，恐惊未来1礼拜拢是安尼，大家得爱穿好些。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1度到16度。中部地区是10度到16度，南部地区是10度到20度，东部地区是13度到19度，外岛的地区是4度到14度。
到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